Hello，大家好，我係何輝啱啱度過咗個週末啦，呢個週末就其實好多地方放假啦，嚟緊又會咧就唔同嘅假期咧都會喺咧5月頭都會出現啊，希望大家享受其中啦。過去週末其實體壇都好熱鬧嘅，如果你話要揀一個最精彩嘅場景無可否認嚇，即係話雖然咧就國家隊嘅乒乓球員咧就譬如喺世界盃男單喺澳門進行，中國澳門進行嘅賽事裏邊咧就係攞唔到冠軍，但係我哋真係要以事論事咧，恭喜咧就係呢個卡特蘭奴嘅嚇。其實Ugo 睇咗佢好多年嘅比賽啦，如果睇乒乓球嘅人都會知道，咁呢次真係一個好大突破啊！哇，佢搏到咧簡直係忘我當然唔係話揸住拳頭去搏就得啦，因為好多嗰啲技術啊，譬如話喺放短嘅時候，突然間抄一板好長好快嘅下傳啊，又或者甚至乎佢都唔理啊林思棟或者黃楚欽點樣接發球，佢閃定身嚟擺到明，你領起我就泵嚇。如果你領到個正手，我失咗位就冇啦。咁佢唔理呢樣嘢，佢照搏。好多時都搏到啊。精彩嘅，因為始終連贏黃楚欽同林思棟攞呢個世界盃冠軍啦，呢個係一個幾神奇嘅事嚟嘅嚇。當然喺表現上邊其實林思棟都唔錯啦。黃楚欽狀態可以即係仲有少少提升空間，但係成年落嚟狀態就好難講啊，都會有起落嘅，呢個都好正常啦。無論點都好咧，恭喜卡特蘭奴啦。另外一邊女單一邊咧就孫穎莎攞咗冠軍啊。另外仲有啦，好多體育運動都好精彩嘅過去週末。一級方程式啦，喺呢個吉達啦，沙特阿拉伯啦，超快嘅賽道咧就估唔到罰5秒嗰度成為咗個關鍵啊。相當之精彩咁，同埋亦都見到有啲車隊又譬如話韋塞班加紅牛亦都係又提升咗啦。往後2個禮拜之後再睇下會點樣。另外網球就連續離地啦，因為咧就係Monte Carlo 跟住就去咗巴塞隆拿，有啲就喺München 或者慕尼黑或者係慕尼黑嚇。OK， 再嚟緊就會去Madrid 去馬德里嚇。艾卡拉斯康高溫拿斯華利夫都係冠軍人馬啦。另外仲有咩啊？仲有就係NBA 都如火如荼啦嚇。另外仲有去到翻去足球嗰度啦。足球嗰度就其實亦都喺呢段時間，尤其是英格蘭嗰邊啦。譬如話英冠咁，星期一晚、星期二凌晨都會有一整輪嘅比賽啊。嗰邊真係好辛苦嘅，46場淨係所謂嘅常規賽聯賽46場，就決定到有啲球隊譬如升唔升班啊等等。跟住有啲附加賽進行。另外仲有英超都進行過啦。今日其實呢個裝潢係咩嚟嘅咧？阿仙奴其實近況相當唔錯啦，即係淘汰皇家馬德里啦。亦都喺聯賽裏邊啱週末大勝啦。車路士呢件衫其實就係應該係21年嗰次佢哋攞歐洲冠軍嘅作下波衫啊。呢件衫背脊印咗 Azpilicueta 㗎嚇。就作下波衫 OK 嚇。車路士依家亦都係有機會參加來季嘅歐洲聯賽冠軍杯啊。另外就今日着住就兩隊即係叫緊糊嘅球隊啦，講緊就係拜仁慕尼黑啦，德甲冠軍啦。焦點去咗 Harry Kane 嗰度啦，因為呢個嘅好似定律嘅嘢咧，似乎有機會被打破啦咁樣。都要多謝利華古遜嘅。另外仲有利物浦都接近叫糊嘅。再下一場下一彎嘅比賽啦，其實亦都有機會咧，已經係可以問鼎咧英超嘅冠軍。今日同大家講翻啲賽事啦。首先就英超嗰邊啦，英超嗰邊其實就巴里頓真係浮沉得好緊要啊！4-2咧輸俾呢個賓福特。另外頭先提到嘅阿仙奴咧就4-0咧作客咧贏葉士域治。其實慢慢都會係好多球隊越嚟越冇機會護級成功㗎啦。好似葉士域治咁啊，依家佢哋距離尾4嘅韋斯咸已經係18分啊，已經18分，剩翻5場賽事。李斯特城咁嘅情況啦。葉士域治就21分啦，距離尾4嘅韋斯咸就15分，都好問，因為剩翻整就係5場賽事攞盡，對方輸晒，咁先至咧係有機會。即係話剩翻5場賽事，韋斯咸只要攞1分嘅話咧，理論上都護級成功。今季的而且確英超有機會出現一個咧係好低分就護級成功嘅情況啊，因為葉士域治、李斯特城等等可能都係20分多啲咁樣嚟完場都唔定嘅。修咸頓就已經係過班㗎啦，基本上嚇。阿仙奴贏葉士域治冇乜痕跡啦。葉士域治成季其實都搞唔掂嘅。
咁另外就利物浦啦，利物浦贏李斯特城就其實攻勢好多嘅，咁啊又試過一個攻勢裏邊有狀元柱有狀眉咁樣 King Crown 啦，咁啊結果就亞歷山大阿諾或者係亞歷山大阿奴嚇，咁啊嗰個左腳嗰個真係撳得好靚啊，咁啊令到咧就係利物浦咧係僅勝咧係對手嘅，僅勝對手，咁相當之精彩嘅，咁啊呢個週末其實都有啲精彩入球嘅，好多聯賽都有精彩入球。咁另外仲有唔讚維拉唔得嚇，維拉嚟緊嘅週中英超會有一輪唔好叫快車啦，有一彎嘅比賽咧週中進行嘅，星期二晚就會係踢㗎啦，維拉就會對住作客曼城嘅，咁兩隊波依家都係力爭緊啦，就係歐洲聯賽冠軍杯嘅參賽資格，兩隊波亦都入咗英格蘭足總杯嘅4強啊，咁呢個都咁啱都咁巧啦，嚇，咁但係維拉其實今季成季落嚟個狀態、球會嘅發展，咁啊新球場嘅renovation 嘅計劃等等，其實都係好正面啊！咁我喺文章裏邊都有咁講啊，即係話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咧，係一個真係今季應該係一個最光榮嘅被淘汰，因為哇以實力以近年嘅資歷嚟講，巴黎聖日耳門係強好多。咁但係維拉咧，尤其是第二回合咧，佢後邊砰砰聲追翻上嚟，差唔多逼到要加時嗰段咧，其實係非常之精彩啊！咁啊，再進而咧就過去週末亦都4-1啦，即係超強勢啊！咁啊贏紐卡素，咁啊近排拉舒福特好，馬倫好，今季冒起嘅真係好勁嘅新星羅渣士好，咁個狀態維持都係強勁嘅。咁相對之下曼城咧贏愛華頓贏得比較辛苦啲啊，2-0。個格局其實都冇乜點變，即係都係圍住對手踢，但係滲唔到入去乜滯。咁當然你可以話冇咗夏蘭特，咁但係成隊波其實個速率覆蓋面都係唔可以同頭先講到即係話21年啊、22年、23年嗰陣時相比啦。但係又唔可以怪球隊嘅，因為班底一年比一年係呢方面係減退，呢個係好正常㗎啦嚇。咁只不過你係 keep 唔 keep 住班人，同埋會唔會好明顯有慢慢咁樣有咩新嘅血液，有咩新嘅球員啱就一路滲落嚟嘅。咁過去呢年領到曼城呢個部分又唔算真係好成功㗎。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嚇。另外仲有韋斯咸就對住修咸都贏唔到啦。呢個如果韋斯咸擁躉一定會比較失望嘅。咁此外仲有星期一晚、星期二凌晨仲有熱刺對住森林，呢場波亦都係幾得意嘅。咁熱刺就依家喺16位，但係都提過啦，冇咩降班危險嘅。咁諾定咸森林就希望呃上去啊。咁啊，其實佢哋之前喺第3嘅，依家已經唔喺前4名裏邊。咁近排其實對波個數糊能力好似唔係好突出，即係唔係好順咯，可以咁講。咁但係啲勇猛度啊、緊密度啊、壓迫等等，其實全部喺度嘅。熱刺反而真係都提過好似啊。董事局可能真係要做一個中長期嘅 review， 睇下應該點樣係去搞呢隊 First Team 一隊。成個球會嚟講，其實個發展係唔錯，但係對 First Team 個勢係唔係好夠勁。意甲嗰邊啊，意甲嗰邊就出現咗都幾精彩嘅比賽啦。咁例如博洛尼亞就贏國際米蘭啦，咁仲要係一個好靚嘅掛射。咁呢場波國際米蘭唔係踢得曳㗎。好靚嘅一個掛射，咁就係波羅尼亞憑住呢個入球咧係贏國際米蘭。咁呢個入球緊要咯，因為連同埋嗰邊蒙蒙地嘅阿麥湯離遠睇清楚啲嘅阿麥湯文尼咧就係嘅頭槌啦，令到拿波利贏波啦，一來一回哇！依家意甲過癮啦，因為咧就兩隊係同分啊，講緊國際米蘭同埋拿波利都係71分，剩翻5場嘅比賽。咁第3位亞特蘭大64啦，咁啊第3位去到即係都提過啊，去到你當拉素好羅馬好啦，即係有4-5隊波咧，亦都會爭前4位置爭得好緊要，或者前面嘅位置爭得好緊要。意甲有啲比賽其實係因為嗰邊假期啦，咁有啲比賽其實係會星期一晚先至踢嘅。譬如話托人奴對溫尼尼斯啦，譬如話卡里亞利嘅搶分戰對住入咗去歐洲比賽4強嘅費倫天拿啦，咁啊仲有譬如熱拿亞對拉素已經出咗局啦，咁啊此外仲有祖雲達斯咧作客帕爾馬，呢場波都係關鍵嚟嘅，因為祖雲達斯積分依家喺第5嘅，咁如果佢贏咗場波嘅話咧，會上翻一格咧喺翻博洛尼亞嘅頭頂嘅，咁正話國際米蘭其實呢場波都唔係踢得曳嘅，咁當然博洛尼亞亦都係踢得相當唔錯嘅，咁啊令到國際米蘭後防都好大威脅嘅，暫時你話衝到尾嘅話咧，就始終國際米蘭比賽嘅壓力係大啲啦，咁啊幾條線仲行緊嘅，
咁拿波里就simple 啲啦，簡單啲啦。咁對於個體力保留，梗係會好大幫助啦。咁至於另外仲有比賽，亞特蘭大就作客贏 AC 米蘭1-0嚇。西班牙嗰邊啦，西班牙嗰邊亦都係咧就馬德里體育會係最致命啦，因為咧佢哋啱啱嘅週末咧就係作客1-0，雖然飛得遠啲咋嚇，1000幾公里，由馬德里如果由馬德里飛落去加那利群島嘅話，Las Palmas 嗰度係比較遠啲，即係都提過啦，非洲嘅西北岸對出嘅群島嚟噶嘛，咁啊拉斯維加斯喺嗰度啦，咁但係好得意㗎，西班牙係5大城市嚟嘅，咁都一個幾特別嘅情況，咁同埋啲貨運業好勁嘅，咁因為大家知道其實係就啱直布羅陀啊嗰度嗰啲出口啊嗰附近嗰啲位啦嚇，咁所以貨運勁又係正常，但係有4季如春嘅喎，全年都係20度多少少，咁啊旅遊勝地嚟嘅又係，哇咁多嘢嘅嚇，咁啊幾得意嘅，咁不過對於馬德里體育會就唔係得意啦，因為咧就近排其實狀態都唔錯嘅，咁但係作客輸咗呢場波啦，令到佢哋嚴格嚟講就遠離咗榜首嘅巴塞隆拿啦，咁啊相差成10分㗎，咁啊西甲仲有6彎嘅比賽嘅，嚇仲有6場嘅賽事每隊，咁而皇家馬德里僅勝畢爾包啦，呢場波又係好燦爛嘅，咁啊華維迪咧就去到好後階段啦，呢度大家睇角落頭度都睇到㗎啦，好後階段啊，93分幾鐘嚇，咁啊射咗個超級世界波，右腳嚟嘅超級世界波啊！其實華維迪近年幾次嘅比賽都話佢射波好勁啦，咁啊之前唔係今季㗎啦，之前歐洲聯賽冠軍杯 Champions League 對拿波利嘅比賽嗰啲，哇技驚四座射到砰砰聲嗰啲射門啦，已經係要防。咁呢場波亦都譬如話比寧咸都有幾個頭槌啊，近門嘅機會把握唔到啊，精彩嘅賽事嚟嘅。咁啊以皇家馬德里啱啱喺歐洲出局，能夠踢出咁嘅水準，呢場波都係強，因為始終畢爾包佢哋都係一隊。依家又喺前邊嘅球隊咁啊，同埋歐洲比賽其實佢哋亦都繼續向前行緊㗎。咁皇家馬德里呢場波贏對於個士氣係好大幫助嘅。咁至於安察洛提嘅情況就我哋唔需要為佢擔心 ，OK 嚇咁啊，因為即係佢都係咁有資歷啊，其實都唔會話因為繼唔繼續教皇家馬德里而影響佢嘅資歷同埋佢個所謂係江湖地位嚇。西甲呢邊仲有嘅就係西維爾同阿拉維斯係1-1啦，咁西維爾贏唔到場波，可以話有少少嘥嘅嚇。咁啊，其餘就巴塞隆拿頭先提過啦，就贏波，但係咧就話呢排其實佢哋個疲態真係不露啊，有冇機會休息下咧就睇賽期啦，因為好多場波都贏得比較辛苦，呢場波贏斯大贏4-3嘅，咁又係比較辛苦嘅賽事，咁亦都見到球隊真係有啲主將明顯地嘅，今次嘅國際比賽周翻嚟之後咧。唔期待巴塞隆拿會係有啲下滑嘅，但係好明顯啊，好明顯速率體力上面係冇呢一個國際比賽之前咧係咁強嘅，係咁強嘅嚇。頭先提過英超啦，英超嗰邊利物浦叫緊糊嘅意思咧，就係因為佢哋依家領先13分嘅，咁其實英超就仲有5彎嘅比賽，咁就5-35嘅啫。咁如果嚟緊嘅賽事，譬如話阿仙奴失分，利物浦贏波嘅話咧，咁就有機會，或者係應該係兩隊一齊贏啊，都係即係總之兩隊攞嘅分一樣咧，利物浦就應該可以封王。咁但係嘅機會都係本身都係好大啦，嚇，本身都好大啦。咁至於再睇落去咧，就係德甲啦。咁啊，德甲邊個秩序就真係其實啲球員真係會舒服好多嘅。咁仲有4彎嘅比賽就會係完結咧，係今季嘅德甲嘅聯賽。拜仁慕尼黑依家領先緊8分啊！利華古遜入到25年麻麻地啦，真係好似啱啱週末嘅賽事裏邊咧，作客領先緊聖保利都被追和，仲要個勢唔靚嘅嚇。咁球隊個發展睇下點啦，即係因為譬如話阿沙比亞朗素走唔走啦，咁另外球隊點樣去向前行啦，呢啲都重要，因為始終德甲咧佢哋嘅情況唔好少啦，唔敢話完全冇，好少球會將個規模擴大去到我要好長時間，好似拜仁慕尼黑咁樣啦，咁呢個好少，咁冇咁就係接近嚇，咁呢個都係慣性啦佢哋嘅嚇。咁利華古遜依家距離拜仁慕尼黑個8分啦，仲有4場賽事，咁又係嗰樣嘢啦。咁如果下一彎拜仁慕尼黑係8分啊，贏波嘅話咧，
而利華古遜贏唔到或者輸咧，就有機會咧就拜仁慕尼黑提早成為聯賽冠軍。咁Harry Kane 嗰個大比賽攞唔到金牌咧，第一名咧，咁呢個嘅慣性就一掃而空啦嚇。喺Harry Kane 或者拜仁慕尼黑嘅角度，當然希望係咁樣嘅。拜仁啱啱就喺週末作客4-0贏咧，就海登咸啦，一啲海登海姆啦嚇，城市名嘅話。呢場波上半場好早已經3-0嘅，咁都要講下依家嘅比賽都有唔少咧。你見到一出嚟咧，啲球隊好似阿 Carlos Sainz 咁啊，喺威廉士車隊有少少遊魂咁嘅感覺嘅，發緊夢咁嘅感覺嘅。咁可能比賽多啦嚇，咁呢個真係有好多嘅機構可能要睇下嚇，因為都有唔少咁樣嘅比賽係出現嘅。咁當然你話比賽好密嘅時候，有陣時好難講啊。就算頭先提到 Formula One 山尼斯Carlos Sainz 或者係 Lando Norris 嚇，你都會見到有啲話點解會咁犯錯嘅？冇理由啩咁樣。咁但係現實就係球隊都係人，車手都係人啊。咁如果有出現人為嘅錯誤，其實有陣時又好難完全避免嘅。咁睇你嗰個專注度同埋你係咪去到嗰啲劍俠嗰啲葉孤城啊、西門吹雪級別嗰啲啦，即係舉個例，即係大家啲講句啊，譬如 Max Verstappen 嗰啲就係嗰啲西門吹雪、葉孤城嗰啲級數嗰啲情況啦嚇。頭先提到拜仁慕尼黑就輕鬆到不得了嚇，咁作客贏波。咁另外仲有就係多蒙特啦，主場3-2反勝啦，無信加柏啦。咁利華古遜呢個失分都係真係幾傷嘅。咁至於法甲嗰邊嘅比賽咧，其實咧就亦都去到咧，仲有係4彎嘅賽事啊。咁而爭奪後邊嗰度其實係好激烈咯。咁因為馬賽依家佢哋能夠大勝 Montpellier 之後咧，就喺第2位嘅。咁而摩納哥咧就和咗斯特拉斯堡呢場波冇入球嘅，真係想像以外啦。OK 嚇。咁就喺第3位嘅，咁第4位里爾咧就3-1贏惡些嘅，咁好近嘅分數，咁亦都仲有一輪爭嚇。咁頭先提過嚟緊嘅週中咧，英超亦都會有一彎嘅比賽，咁我自己都會係走嚟走去嘅，咁去到週末反而會有一日去入去啟德嘅喎，咁睇下到時有啲咩視頻分享啊，即係到時有可能係會咁樣影到邊個嘅，影到阿謝生嚇，咁睇下會點樣啦。OK 都係一個進入有少少假期 feel 嘅階段啊。希望大家就係生活幸福嚇，愉快，亦都好享受好多嘅體育節目，不斷都有嘅。依家你話冇嘢睇啊，好少嘅，個禮拜都有嘢睇嘅。咁睇下今個禮拜點樣發生，同埋亦都睇下呢啲球隊咧會唔會咧提早咧成為佢哋聯賽嘅冠軍得主啦。下次嘅視頻再見，拜拜。